曼哈頓嘅中城區係整個紐約最擁擠、最繁華嘅地方，亦係世界上摩天大樓密度最高嘅地區。特朗普大廈、洛菲克勒中心、帝國大廈、聯合國總部大樓等等世界知名嘅辦公大樓都係位於呢一度啦。但作為一個生活喺中國一線城市嘅人嚟講，早已經對高樓大廈怯味啦。而我更感興趣嘅係好似聖巴德利爵主教座堂、紐約公共圖書館、紐約中央火車站呢啲透露住鮮明時代特徵嘅大型公共建築。佢哋經歷咗100幾年嘅歲月，但至今依然保存同埋運作良好。當然啦，呢啲歷史建築亦並唔係冇遇過危機嘅，而其中就以1968年紐約中央火車站嘅拆除風波最為兇險。當時車站嘅業主賓夕法尼亞州中央鐵路公司計劃將佢拆除後新建一棟55層嘅辦公大樓，但此舉就遭到咗好多著名人士嘅強烈反對，其中就包括咗已故肯尼迪總統嘅遺孀傑菲林。佢話：如果我哋嘅小朋友唔了解呢座城市嘅過去，又點能夠為佢建設更美好嘅未來呢？1983年，紐約中央火車站列入咗美國國家歷史文物保護名冊，至今依然係紐約市嘅重要交通樞紐。